咩話？一包要擺喺一個枕頭底下，咁我屋企有10個枕頭，要擺10包。嗱，五行水晶唔係亂穿就有效㗎，一定要配合你嘅命格。如果你想知道邊種五行適合你，上嚟 Peter Sir，我幫你計。大家知唔知啊？原來水晶咧都可以幫助咧治療失眠㗎喎。如果有啲fans 話或者佢瞓得唔係幾好咧，今日 Peter Sir 同大家分享原來咧大家睇下，有研究者咧有研究過，原來水晶咧唔係全部紫水晶咧寫住啦，係放喺枕頭底下咧係可以咧幫助呢個睡眠質素改善咗㗎。我唔建議咧球體或者柱體，首先講，因為佢能量強，未必個個適應嘅。咁咧 Peter Sir 亦都試過啦，用咩咧？水晶睡，紫水晶睡。因為點解咧？佢有呢個礦物能量共振嘅原理，佢可以改善睡眠質素啦，變快啲入睡啦，情緒穩定同埋專注力改變。係啦，咁咧，因為點解咧？原來紫水晶佢個光譜可以促進咧松果體分泌多啲褪黑激素啊，係啊，所以咧令到咧我哋個睡眠質素好咗啦，個人咧做嘢工作都醒神啲啦。如果醒神啲，睡眠質素好啲咧，其實咧好多人好多時咧個運氣都唔同晒㗎。如果你又即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咧，你都可以試下用一包，唔使多，擺喺枕頭底下咁樣啦，包你一覺好眠。